學生囡仔無論課業、生活、娛樂，或者是兼職做工課時陣，攏無法度離開數位環境。不過，網絡世界有真儕風險。大小便甲便利商店業者合作推出互動遊戲兼做教材，希望讓少年囡仔用耍的方式來了解數位安全。因也希望講這份教材會當協助學校的老師，加教學生宣導數位世界風險。喂，你的本名叫林小可是吧？沒想到本人還蠻漂亮的嘛。我已經知道你住哪裡咯。遊戲當中，主角敢若是在網絡分享生活相片，都因為無注意到講有翕到個人資料甲四周景致，去互侵犯人找到真實身份。這是由大小便甲便利商店業者合作推出的遊戲兼教材，希望互學生加了解數位安全的重要性。有學生講會當哪算哪注意到問題，嘛愈願意了解愈多。他的資料外泄，然後如果需要防範這些的話，我覺得可以把顯示權限改到個人。挺喜歡這樣的設計的。因為說讓我們不是那種死板的看書，然後或直接用講，而是讓我們自己我們用手還有用看的去體會到。即賣少年家無論是課業、生活、娛樂，還是兼職做工課，攏離袂開數位世界。陳小平表示，這屆推出的互動遊戲是對今年發布的數位安全指南網甲延伸的，包括數位性別社、個資掛社和工課場數位守則甲建網絡四大議題。伊嘛希望這份教材會當協助校園加教學生宣導對數位世界的風險。手冊漫畫部分，我們其實已經有跟國教署、教育部那邊，他們已經有放在他們的官網上面，提供大家可以去做一些下載。那接下來我們也會辦很多的一些教材使用的一些課程，然後讓更多的老師們可以去來知道說，哦，原來這些素材可以怎麼樣去做一些使用。那針對之社會數位人權議題，監察院監委葉大華表示，目前立法院正在修正兒少權法，有特別根據兒童權利公約，強化注重兒少的數位使用能力，甲數位環境安全。教育部嘛有在學校推動數位教育，成立媒體素養甲媒體識圖推動委員會繼續討論相關政策。記者盧尚如、林曉凱台北報道。